来看台东县的富山企业资源保护区哦，最近因为风台大雨，所以水是真落。至今嘛发现讲，3当前服用的101粒好宝药，即马只剩47粒咯。至今是质疑讲是天江的三湾滨海度假村，因的水土保持无够继续做，造成风台落雨的时，土石流拢冲入来保育区。原本生态丰富的台东富山渔业资源保护区核心区，即马水是落，看无生物。宣布岛内海草洗也消失，伫保护区凊彩一扣，拢会扣到4期的贝类。野生的保育五鸟贝也大量死亡，海沙堡无沙正做图。保育志工讲，风台过后，大量的土石流冲击保育区，正做生态杀手。有差不多，我知影5种的海草拢总无去啊，迄个车基贝嘛，拢完全死亡。保育志工这期海内土就是天江当中的三湾将路滨海度假村，有继续做水土保持。风台大雨一来，土石流造成渔业保护区生态消失。关府农业处也证实，3年前伫保护区服用101粒五鸟贝，即马只剩47粒。志工扣上的4万五鸟贝，拢看到互真济土砍掉的分家。它这个附着，这都是原本的藻类，它整个被那一个我们的这个土石的那个掩盖住。存活的数量剩下47颗了。那最主要其实是包括泥沙带来的土石流的淹没。官府表示，三湾彰路滨海度假村因为通过环境差异审查了后继续开发，这几年拢咧做水土保持工程，也真侪摆互官府以不合规定开发，即马个咧申请工期展延。官府强调会要求业者做好水土保持，避免土石流过流入保护区，也会协助保护区的生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